大家好，我係 TX6430，今日翻嚟同大家介紹呢個九巴嘅利蘭奧林比安11米，咁佢係九巴系列12 KMB12啦。咁我係琴日喺尖沙咀九巴客戶站度攞，咁我係之前喺1933嗰度 KMB 1933度訂翻嚟啦，係啦，咁就批咗都起碼成個禮拜之後先攞到啦，係啦。咁架車就係咁樣啦，係啦，都係用翻普通嗰啲盒啦，係啦，後面都有部 S3BL 喺度啦，係啦。咁佢路線係60X 屯門市中心，係啦，佢用啦報牌咧就係啦。咁我就依家開咗俾大家睇下先。好啦，咁就已經開咗架車出嚟啦。咁架車就係咁樣啦，奶黃色為主，就用大 logo 啦，大 logo 咁裏邊就內籠係灰色，因為原裝佢係用內籠係原裝係灰色嘅，咁係之後九巴慢慢將呢啲嘅老虎欄就轉咗做啡色內籠，就將啲座位轉咗做啡色啦，係啦，佢本來係灰色啦，係啦，就咁樣啦，即係跟冷氣巴士咁樣用灰色啦。個車尾啦，車尾上面有利蘭取牌。S3BL 424，跟住60X 車牌呢個 FV 睇下先 FV8329啦，係啦，跟住右邊就咁樣，係啦，右邊啦，同埋佢都整咗條，都係整咗條扶手喺度啦，好似都係咁樣，係啦。嗱，跟住車頭啦，車頭咧咁，車頭就係啦。咁車頭咁樣啦，咁佢係 U 廠同埋用緊布牌，係啦，係啦，都好特別啦，用布牌，所以就特登買咗翻嚟，就特登買翻嚟。車牌搞錯咗車牌，原來 FP 先啱，唔好意思，係 FP8329，係啦，唔好意思啊，係啦，咁佢就係1993年頭服務嘅，咁佢之前再之前就係用佢係用舊款嘅車身，就係舊款車身啦，舊款係坦克欄，跟住係啦，坦克欄啦，坦克欄就 Tiny 未出，不過係啦，咁就起咗帽，但係就仲未出啦，係啦。咁佢就車底都係用灰色，咁我就而家咁樣有兩架嘅 L， 就係咁樣有兩款啦，有九巴同埋中巴啦，係啦。咁唔知大家有冇儲埋？另外有冇儲到老虎號嗰啲啫？唔知有冇儲老虎號啦？大家係啦，我就中意老虎欄多啲啦，比較中意係啦。咁架車都係啦，都係啦順啦架車係啦，因為我都係尋晚翻嚟已經即刻試下，唔知大家有冇買到 Lock On 限定嗰部 S3BL 啦？因為 Lock On 限定嗰部就係 Lock On 嗰日佢係其中呢隻門。其中一隻車門扶手係用咗黃色係啦，同埋另外就其中一部 S3V 定唔知 S3BL 啦，我記得係曾經發生過火警之後再重裝車身啦，係啦，重裝車身之後車廂係用咗2、3，係轉咗用獨立座位嘅。我唔知大家對嗰架車有冇印象，如果有印象可以喺留言嗰度講翻俾我聽啦。咁就依家屋企就係咁樣啦。依家已經有就係咁樣有5款嘅熱狗巴士啦，係啦，就咁樣有勝利2型啦，3架勝利2型啦，跟住勝利2型通常都係勝利2型多啦，跟住就係咁樣有埋MCW 同埋利蘭奧林比安啦，嚇，咁依家屋企就係咁樣又多咗一款熱狗巴士係啦。咁今次段片介紹嚟到呢度，如果大家中意就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係咁先。